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业上，台语安尼写业上。台语大词典讲，业上就是运命注定爱劳苦。隔壁阿嬷怨叹家己业上，为着囡仔，全世人做牛做马食老，还阁为囡仔操心背白。啊，姑婆讲，伊着业上困袂久，自少年到老，拢是天才拍破光，就爬起床回东回西。就讲伊嘛是业上，用袂调，天气小风风，嘛是走去山里喷草除毒啊。业上就是业命，就是劳动命，就是规世人一直辛苦劳动的命。老头家少年的时阵，算命先生甲讲，伊这世人业命无贵人，所以老头家真认命，凡事靠家己，结果人伊老好命，食老大富大贵，阁牵生济济少年人。也就是讲，虽然是平凡劳动命，嘛毋免怨天怨地。只要认命、拍拼、勤俭换家，一点一滴来累积，嘛会当存钱过舒适的生活。今仔日的台语字业上实在真趣味。